7月28日，陪你讀新約，使徒行傳21章17至到36節。在耶路撒冷的門徒歡喜接待保羅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們歡歡喜喜的接待我們。第二天，保羅同我們去見雅各長老們，也都在那裡。保羅問了他們安，便將神用他傳教在外邦人中間所行之事，一一的述說了。他們聽見就歸榮耀與神，對保羅說：兄台，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，並且都為律法熱心。他們聽見人說，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，離棄摩西對他們說，不要給孩子行割禮，也不要遵行條規。眾人必聽見你來了，這可怎麼辦呢？你就照着我們的話行吧。我們這裡有4個人都有願在身，你帶他們去，與他們一同行潔淨的禮，替他們拿出規費，叫他們得以剃頭。這樣眾人就可知道先前所聽見你的事都是虛的，並可知道你自己為人循規蹈矩，遵行律法。至於信主的外邦人，我們已經寫信議定，叫他們謹記那祭偶像之物和血，並勒死的牲畜與姦淫。於是保羅帶着那4個人，第二天與他們一同行了潔淨的禮，進了殿，報明潔淨的日期滿足，只等祭司為他們各人獻祭。猶太人聳動眾人捉拿保羅。那7日將完，從亞細亞來的猶太人看見保羅在殿裡，就聳動了眾人，下手拿他，喊叫說：以色列人來幫助！這就是在各處教訓眾人，糟踐我們百姓和律法，並這地方的。他又帶着希利尼人進殿，污穢了這聖地。這話是因為他們曾看見以弗所人特羅非摩同保羅在城裡，以為保羅帶他進了殿，合城都震動，百姓一齊跑來拿住保羅，拉他出殿，殿門立刻都關了。千夫長解救保羅，他們正想要殺他，有人報信給營裡的千夫長說：耶路撒冷合城都亂了。千夫長立時帶着兵丁和幾個百夫長跑下去，到他們那裡。他們見了千夫長和兵丁，就指住不打保羅。於是千夫長上前拿住他，吩咐用2條鐵鏈捆鎖，又問他是什麼人，作的是什麼事。眾人有喊叫這個的，有喊叫那個的。千夫長因為這樣亂勸得不着實情，就吩咐人將保羅帶進營樓去。到了台階上，眾人擠得兇猛，兵丁只得將保羅抬起來，眾人跟在後面喊着說：除掉他。